年少論對錯，年長論贏輸。社會上聽到的話，年少論對錯，年長論贏輸，這句話看似務實，實則折射出一種頗具爭議的社會現象。不少成年人為爭取名利地位，常以此作為合理化自己行為的藉口。贏家似乎擁有重新定義對錯的權力，即使滿口歪理，也總有人願意出來替他們辯解、包裝，使他們的言行看似合理。相反，那些失敗者，即便再有理，也往往遭受嘲笑、鄙視甚至唾棄。令人擔憂的是，這些成年人當中許多同時也是家長，他們以對錯教導下一代，但自己卻採取輸贏的標準去決定行事方式。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矛盾行為，在社會已經深深扎根。孩子在這種矛盾環境下成長，潛移默化之下，長大後往往也會承襲父母的行事方式，繼續延續這種價值觀的混亂。或許有人認為，為了達成短期目的而放棄堅持對錯，作出某種程度的妥協，是現實且有效的策略。然而，這種做法卻會在日後產生更大的道德代價。當我們的對錯界線被利益或情緒勒索一再模糊，日後再需要做出道德抉擇時，我們可能已經失去清晰的判斷標準，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。我們當然承認，世界並非黑白分明，存在着許多複雜的灰色地帶。但重要的是，我們必須透過持續的思考與自省，不斷重新審視並釐清這些灰色地帶中的是非曲直，而不是任其隨波逐流，任由功利主義抹去我們的道德底線。打個譬如，猶如黑白糖水本身是黑白分明的，除非你刻意攪勻它，否則你吃到最後也仍然是黑白分明的。在這方面，靈巧像蛇，馴良像鴿子這句聖經的教導，或許能為我們提供寶貴的智慧。所謂靈巧像蛇，是要我們在處事時懂得權衡利弊，避免盲目堅持或毫無原則地妥協；而馴良像鴿子，則是提醒我們在行事中必須保有純正與善良的初心，不因現實壓力而輕易放棄道德底線。由此觀之，我們重新理解年少論對錯，年長論贏輸這句話時，不應再將它視為功利主義的藉口，而應將它作為對我們處世態度的提醒。年少時堅持對錯，是為了建立起內心明確的原則；年長時考慮輸贏，是提醒我們懂得策略性地運用智慧，避免因過於剛直而損害最終的正義。我們要牢記的是，退讓並非妥協，只要我們最終仍然朝着內心真正認同的價值前進，短暫的調整策略，不但不是錯誤，反而是一種智慧。最後，我再送上聖經的一句話：人若賺得全世界，卻賠上了自己的生命，那又有什麼意義呢？若人生以輸贏為定論，那贏的是什麼？輸的又是什麼？年少論對錯，年長論贏輸。社會上聽到的話，年少